等傷啊！等佢你就退翻啊！唔知啦，咁就睇下警方點告佢啦。個醫院啊，佢相當。一盤咯喎，打到個頭喎。好，然後大聲叫，這個人家跟着捆咯，可能。哇！真係真㗎，變揸架嘅。咁你冇辦法，你嚟到呢度玩咧，就意外就個個都唔想發生嘅。